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这集有我，仔细找，一定要仔细找，啊！小唐，小唐，My God，Lady Gaga。他好可怜，可惜老爷是不会让我们养他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偷偷的把它藏起来，等它伤养好了，我们再放它走。只要我们小心一点，爹爹是不会发现的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。老板，这卖多少钱3两钱。你们还挺有爱心的嘛。给，请你把它送到前面苏府的后门，谢谢。啊，好，行行行。小家伙，今天算你走运。走吧。
少得了你呢？你是本土的还是穿越的？有种你就不要剪，不要剪，不要剪呢！这么狗血的出语。不会是我眼花了吧？这也可以啊。小姐，公子，我们可说好了，看完无忌公子的画，我们就回去。堂堂7尺男儿，唯唯诺诺像什么样子？随本公子呀，到那儿去看看。公子，你慢一点儿。7尺。公子，这位仁兄，真抱歉。世风日下，什么人可以到我们南山书院来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家公子都道歉了。王口小儿出学行，为之日月东西升。雏鸟尚有展翅搏空，少年当属轻狂逝世。好，院长，这位便是新任的书院西席李苗，李公子。李公子学识渊博，乃世间奇才。诸位学子若有疑问，须多请教李公子才是啊。诸位入我南山书院，须当尊师重道，勤勉治学，方是进学之道。今我南山书院幸得无忌公子真迹《宝禅山行旅图》，邀诸位学子明日共赏之。这位公子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是否就读南山书院？少年当属轻狂逝世，公子好风采。谢谢李夫子过奖，区区不才苏静，今后还望夫子不吝赐教。里面请。兄弟啊，你是不是眼神不好使啊？这都分不出男女。果然啊，女扮男装，不是平胸，就是丑。小姐，你明天就要去南山书院念书，那个什么图，明天就能看到了，干嘛还要夜探书院？多危险啊！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办呀？呸呸呸，瞎说什么呢？童言无忌，明天人那么多，谁能看得清啊？再说了，无忌公子的话，谁先见多呀？好了好了，你家公子那么牛，你跟狐狸呀就在家好好看家，听见没？我走了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瞎折腾什么？臭狐狸啊，臭狐狸！你和小姐一样，都不叫我省心。狐狸，狐狸。
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喂，你要干嘛？这时候来找你，你很清楚我要干嘛。你对汪澜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小狐狸，还想跑啊？你是先祖？哎，小狐狸，乖乖别动啊！再动打屁股啊！放手！我不是小孩汪澜。汪澜呢？小姐，师傅，师傅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有人给了小姐这个，她现在不见了。这是狐族的法器。狐族？那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先别急。哟，师兄，刚刚我抓了只可爱的小动物回来了。皓月师叔，你怎么也在学校？狐狸，你……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可以解释。哎，师兄，小动物交给你处置了，先走了。你是狐族的吧？谁派你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你给王兰的，没想到你叫狐狸，你还真的是狐狸。早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把小姐怎么了？你把小姐还给我！你把她还给我！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在害她，我是在帮她。她没有危险，我随时可以带她出来。你少骗人了！让他说完。小桃，我和你一样，和汪澜有情分。我是来报恩的，我是不会伤害汪澜的。报恩？鬼才相信你！你不记得我，可我记得你。夫子，你这身打扮，深夜来此是？夫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实在是喜欢无极公子的画，我知道我不应该为了自己喜欢就先睹为快，您就听我解释一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夫子，您就饶我一次吧，我苏静儿，我苏静发誓，如果我再犯，您就罚我今生再也看不到无极公子的真迹。顽劣，这次我就念你年幼，姑且就……哎呦，还真是八字不合呀。
不过就是一幅画罢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可是无忌公子的真迹，这下怎么办啊？事已至此，哎，这可是包禅山行旅图啊！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啊？那又如何？你别忘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你也一样难逃其咎。你小人！哼，梦里面还这么讨人厌。构图疏密有致啊，笔墨清晰，意义疏远。那话不是已经？船过水无痕。可是，你不是欣赏无忌公子的画吗？还不去赏画？咦，这笔墨好像还没干。南方天，湿气重。这闷骚的性格还真是千年不改啊。不过也挺可爱的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春梦啊！试一试。第一步，拉弓。苏兄，你这弓拉的……我从小体弱多病，没学过射箭，而且你这弓太大了，我拉不动。比这再小的叫做弹弓。啊，这个我在行。我们南山书院不需要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的文弱书生，射艺不精，何为君子？酸吗？酸。我看呐，你还要再酸下去，才长记性。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非要去什么书院，还舞枪弄棍的，还不是那个老古板看不起我，我呀偏要学会。老古板？谁啊？小姐，你不会说的是李公子吧？人家明明是个翩翩公子。他哪是个翩翩公子呀？每天板着一张臭脸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李公子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谁喜欢他了呀？你再说。酸，这，还有这。四公子，啊，老生参加排便。哦，好。真是倒霉。
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敢打赌啊，你不摔下来都见鬼。哈，好戏来了！呵呵。笑什么笑呀？不知道帮忙。对啊，说好的绅士风度、君子之礼呢？苏兄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必劳烦了，只是一件小事罢了。李兄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苏兄腿脚不稳，日后如何学骑术呢？哦，让李兄见笑了。我看你还休息一下吧，我帮你擦。啊，多谢了。抹布。哦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何事啊？找你喝酒算不算啊？当然算。哎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堂堂无忌公子，竟然为了追查一幅假画，困在这么一间小小的书院啊！我本来也就无事可做嘛。啊，哎，现在书院里这幅可是真迹了。练练手罢了。哎，我看你对那小兄弟倒是仗义得很啊。是又如何？他生性不羁，脾气倔强，倒是和我挺像的。既然都是兄弟，下次我介绍你们认识。都是兄弟啊，我看那倒也未必喽。是兄弟，别多说。这边请。好，不说，喝酒。知道错了吧？下回还敢不敢这样？下回要再这样，看我不揪掉你的尾巴！长本事了是吧？啊，连鸡你都敢偷！灵儿，金儿，老爷，小姐她睡着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睡着了？灯怎么还亮着？小姐她在更衣。你支支吾吾的干嘛？莫非小姐又闯祸了？没有。金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爹，我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就好。爹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爹有事儿跟你商量。今天高人又为你卜卦了。什么人都敢自称高人，休得无礼！你从小体弱多病，八字带煞，命中有劫。如若不是高人从旁扶助，你何以能活到今天呢？还不是看您人傻钱多呀。你在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爹，那他老人家今天又跟您说了什么呀？高人算得你今年应劫，应该找一个八字相合的人招赘入府。
静儿啊，为父膝下唯独你一女，思量再三，觉得此举甚好啊。我不嫁，他愿意嫁，让他去嫁。不要胡闹，没有让你嫁出去，那不是着赘入府吗？乖女儿啊，听话啊，为父会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。啊，年底前呢，你也不要再疯疯癫癫的偷跑出去玩了，在家里做点女红，准备亲事，听见没有？好，为父先回房了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